歡迎嚟到百明哥嘅 channel， 記得訂閱同埋撳個鐘仔。匆匆的光陰轉眼就會消逝，有幾多青春美麗？總之乜鬼都睇法就冇所謂，幾大都開心到底。呢首係電影《開心鬼》嘅主題曲，亦係我從影生涯裏邊對我最重要嘅電影之一。大家可能以為《開心鬼》係我諗出嚟嘅劇本，其實呢個劇本咧來源就嚟自一位未夠18歲嘅中學生。話說當年我係受邀請去做一個舞台劇比賽嘅評判，咁其中一個叫做朱秀彩嘅獨幕劇咧就好有創意，好觸動到我。咁最後朱秀彩咧亦都成為嗰次比賽嘅冠軍。比賽之後咧，我就邀請呢位同學做編劇，將朱秀彩繼續深化成為電影劇本。點知佢話要應付會考，冇時間幫手，咁所以最後就由佢家長代簽賣咗朱秀彩嘅版權俾新藝城。朱秀彩呢一幕戲咧，亦即係電影《開心鬼》開場古廟呢一幕。年紀輕輕已經咁有創意，百明哥又點會錯過一位咁好嘅人才呢？所以佢一畢業咧，我就捉住佢加入我嘅編劇團隊。後來就憑住佢嘅創意同埋努力，就成為咗香港著名嘅導演。呢一位同學就係100%感覺新紮師妹嘅導演馬偉豪啦。拎住朱秀彩呢一場古廟自盡嘅戲，理應就係朱秀彩變成冤魂嘅一套恐怖電影。但係我想嘗試一啲新嘢，我哋用咗反傳統嘅方式去拍呢一隻鬼。我要拍一隻唔係令人驚而係令人開心嘅鬼，所以就有咗開心鬼啦。咁呢個新嘗試嘅題材，我就揾咗當時只有24歲，係我編劇團隊之一，而從來未做過導演嘅高志森嚟到做導演。開心鬼係講述一班女學生遇到朱秀彩嘅故事。咁主角咧都係學生，為咗更加傳神咧，我哋揾咗當時仲係10幾歲未演過戲嘅女仔羅明珠、李麗珍、林珊珊嚟到做女主角，同埋一個由幕後轉到幕前，從未做過主角半新人嘅人去做男主角，嗰個就係我啦。咁由於我係電影公司老闆之一，又係呢部戲嘅男主角，咁加上套戲又係新嘗試、新導演，再加新人，咁為咗避嫌同埋公平，就唔可以用大嘅 budget 嚟到拍。咁但係開心鬼咧係要有法術先好玩嘅喎。咁喺40年前咧，仲係菲林嘅年代，做特技咧係非常昂貴嘅。咁不過我哋呢一班新人係有衝勁同埋熱誠，我哋諗到一啲用土炮嘅方式嚟到做特技。嗱，就好似呢一場跳遠咁，見到佢好似撞空氣，其實後邊有幾個武師用威也拉住佢，就等佢跳唔到嘅啫。仲有呢個變走佢嘅鏡頭咧，係剪接技巧，好多睇嚟好似係特技嘅鏡頭，其實全部咧都係用土炮嘅方式去完成嘅。咁40年前嘅電影拍到咁，都算係 OK 啦。好感恩觀眾好接受呢一隻開心鬼，亦都好多謝我哋嘅團隊每一個成員嘅創意、努力同埋堅持，就成就咗開心鬼嘅成功。嗱，開心鬼咧，除咗個題材創新咧，連主題曲嘅填詞方式咧都創新嘅噃。話說當時我揾阿林慕德幫手作主題曲，但係佢叫我填咗詞先喎。我心諗冇歌又點填詞咧？得唔得嘅咧？結果我就用咗我寫詩嘅方法去寫個歌詞，之後佢就按照我個歌詞配上音樂。咁大家又中唔中意呢一首先詞後曲嘅開心鬼咧？定抑或係中意百明哥今日要唱嘅先曲後詞，由陳百強作曲、鄭國江填詞、林珊珊主唱嘅電影《開心鬼》插曲《戀愛預告》咧？愛神也有苦惱，問他可知道？看看我的心，似是醉了櫻桃，人如熟了櫻桃。愛情常向窗邊計數，恨他不知道，但願
這在情人夢裏寫下痴心記號。窗外天空每朵白雲，滿寫醉人曲譜。夜空星星向月兒説，甜蜜是這戀愛預告。喂，唔好做鐵燈膽啦，因和奶啊！我可唔可以上嚟同你講 good night 啊？唔得㗎，俾西監見到我唔掂㗎，走吧啦！擒水佢啦，懵佬！你擒上嚟做咩啊？唉，真是似是鴛鴦不羨仙咯。愛情常向窗邊計數，恨他不知道，但願今夕在情人夢裏寫下痴心記號。窗外天空每朵白雲，滿寫醉人曲譜。夜空星星向月兒説，甜蜜是這戀愛預告。窗外天空每朵白雲，滿寫醉人曲譜。夜空星星向月兒説，甜蜜是這戀愛預告。開心鬼嘅成功就造就咗第二集開心鬼放暑假嘅出現啦。咁作為電影公司老闆，見到觀眾咁喜歡，咁當然就梗係要乘勝追擊啦。嗱，續集咧一定要比上一集咧係更加好睇。咁所以選角咧，我哋嘅標準咧就更加高啦。咁第一位最快加入嘅成員就係陳嘉玲啦。佢係高志森睇一個美容廣告嘅時候睇中咗佢嘅。電影籌備期間，經常都有好多女仔嚟到公司試鏡嘅。咁有一日我行入公司嘅時候，見到有一個好清純、好 sharp 嘅女仔，就同製片講啦：我呢個女仔唔錯喎。點知佢話：黃生，佢唔係嚟試鏡㗎，佢係公司新嚟嘅暑期工做 reception 㗎。結果誤打誤撞，佢就成為開心少女組第二位成員。佢就係大家熟悉嘅歌神嫂羅美薇啦。講到最難揾嘅就梗係卑鄙會會長，反叛得嚟又要靚，又要得人中意。咁其實我哋見咗好多女仔，但係睇極都唔啱。為咗揾呢一位反叛嘅美少女咧，我就同導演去咗不同嘅夜場、酒吧，希望碰一碰運氣。點知最終就喺蘭桂坊容記門口就見到一對小情侶喺度嗌緊交。嗰個女仔嘅神情，正正就係我心目中嘅卑鄙會會長啦。所以我即刻叫高志森落車，將卡片遞俾呢一位仲鬧緊人嘅女仔，邀請佢上嚟我哋公司試鏡。咁呢位係邊位呢？嗱，留意百年哥下一次我會親自叫佢上嚟同大家講嘅。全靠台前幕後嘅努力同堅持，開心鬼系列同開心少女組得到好多觀眾嘅喜愛，亦都成為我人生當中最珍貴嘅回憶。雖然而家我好少寫劇本，但係都好鍾意睇戲同睇劇本㗎。嗱，如果大家有啲咩得意嘅故仔咧，就歡迎大家 IG DM 同我分享，或者有機會我叫大家上嚟一齊傾下劇本啦。嗱，開心鬼系列咧，暫時講住咁多先，期待下次再同你分享更多幕後有趣嘅故事。鍾意條影片嘅就記得 CLSS comment like
share、subscribe，下條片見。